既然有一间连锁火锅店真正传出食物中毒案件，疾管署在今仔日也公布采检结果，有采检17个人，其中5个发病个案和5名导致拢检出到诺罗病毒阳性。若是在含环境采检，地方卫生局也搁伫咧进行。另外，国内出现第2例肠仔病毒重症死亡个案，是北部也未满月院啊。医生也经过广播摆渡的大流行，也提醒家长要爱提高警觉。佮传出有肠病毒的重症死亡个案，是一个伫咧北部出世还未满1个月的查甫红婴仔。一开始是因为无啥会当喘气，受带伫的儿童加护病房，后壁佮出现血氧低，才会败血症的症头。但伊要1礼拜嘛是死亡，经过检验确认是感染伊科病毒12型。这嘛是今年第2例肠病毒重症死亡个案。这个个案他在住院治疗的期间呢，后来又发生了这个低血氧、低血压，以及有这个肾脏功能衰竭跟这个心脏功能恶化。还有这个凝血功能异常的一些状况。根据疾管署的统计，今年加起来有3例肠病毒重症个案，其中2例死亡拢是胃着伊科病毒11型。台大病院实验室最近研究发现讲，这和台湾有性妇人人的体内大多数拢无伊科病毒的抗体有关系，这是严重警讯。无排除今年伊科病毒11型的大流行，尤其3个月以下的红婴仔都是高危险群。血清学的研究也发现说，孕龄妇女具有伊科病毒的抗体的比例比较低，所以小婴儿特别有这样的风险。另外，宜兰有一间有名的连锁火锅店，之前传出有一对消费者是搁吐搁流挂急诊才状况。疾管署公布上新的检验结果，拢总采检17个人的检体，有10个人验出诺罗病毒阳性，其中5个是发病的人客，5个是中破塞。那目前食物的检体，还有环境的一个检体，还有相关的一个疫情调查呢，还没有相关的一些结果，所以我们会综合判断以后呢，来定调。疾管署指出讲，全国最近4礼拜拢总是接到176件闹巴肚的群聚通报，发生场所是以餐饮旅宿业上多，其中病原体检验阳性的案件有107件，以验出诺罗病毒占9成7上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